互我感觉吼，用上简单的方式来教咱做上简单的分享，安尼咱上简单会当家己记出来。咱来学习吼，主要就是爱互伊一个印象家己记起来，然后咱来家己做一个体会，安尼才有达到咱来一班学习的目的。咱今仔日投资一天的时间伫遮呢，咱敢爱一本万利倒转去？系啊。所以讲吼，毋通就即个宝山然后空手倒转去，安尼吼，咱今仔日的投资无叫做了结。所以讲，互我嘛希望，互我今仔日的分享，互我是会当一本万利，然后咱大家拢会当得到即个上好的即个利益啊吼。咱回出来就是讲，互我用简单的方式来教咱做报告。为天下的志向，就是唯有圣明讲到遮吼，已经甲标准定出来啊，就是唯有安尼。我第二句话，无其他的标准，唯独唯有这干的。所以唯独吼，当天下间内底当有一种叫做志向的人，伊才会当安怎？伊即个意思就是讲安尼吼。所以讲，即个志向吼，咱若听到志向，咱就想到啥物人？姓名嘛吼，姓名。但是姓名内底姓名也各有分咯。伫姓名内底哦，互人甲用一个志向来家己称呼的，其实就是咧讲咱的空姓名。毋过志向不只是空姓名一个尔，其实若是分的境界，其实拢共款。伊吼，只有志向哦。伊姓名吼，为啥物讲咱拢咱会感觉讲吼，咱拢感觉讲咱着无法度姓名上下，甚至讲咱即摆求着倒来学道，咱的道交姓名咧传的道拢相像的。毋过咱嘛是感觉讲吼，咱家己无法度，为啥物呐安尼？因为伊迄个重点就是建立在咱人一种的观念。所以到最后吼，伊姓名者其实是姓名，对不对？即个呢？天上地下吼，唯道一尊的，那么姓名吼，就是道的代言人的。所以上尾啊吼，伊迄个上尊贵的，然后上姓利的人，其实是姓名的。所以人咧专家这么一句话吼，伊讲到尾啊，姓利出来的胜出者，毋是能力，而是啥？观念。所以咱来学道吼，咱咧建立的是迄个观念。咱咧讲吼，交姓名无同款的观念，转化互转变互交姓名共款，其实是安尼。所以回头讲倒转来吼，咱如果参班再参班，咱修班再修班，毋过咱的观念，20年前也安尼，10年前也安尼，到今年后可安尼，安尼你就知影后壁迄点啊。安尼其实吼，无真正根本解决咱的一寡问题，因为咱嘛是共款，佫是世间人。世间人会安怎？你敢知？世间人共款爱遭受轮回苦报，甚至较严重的三途之苦永远无法度避免。为虾米？因为咱的观念，咱并无去学姓名，所以时阵咱的老师遮咧甲咱讲。咱班嘛爱班，咱修嘛爱修，咱改嘛爱改，咱忍嘛爱忍。为虾米？因为唯有安尼才会当解脱。咱毋是要来寄通命，咱来有长咱来即个以后姓长，毋是今仔日寄托伫遮尔，咱是借即个姓长，互咱学习了后，一定咱真正苦紧的解脱，咱历史以来迄种的苦规拢甲伊解脱掉。安尼，咱的头壳内底所藏的迄个观念，必须一定爱改变，甲无好的放下，然后甲好的真正藏伫咱即个观念内底，互伊是一种交姓名共款正确的理念。所以讲像这做白话啊，咱听讲师讲过足济啊嘛，姓名交世间人，伊无共款的，就是世间人所知的都是眼前的。咱以前的思想嘛，拢有可能是安尼。咱如果若到即马搁安尼，你大家都注意的啊。所以这是借即个机会啊，
咱互相搁做一个连结，因为世间人行知影，一定要一生的欢乐。人讲快乐，快乐就是足紧就袂去的乐。毋过咱拢爱迄个呢，毋过人圣人毋是安尼，圣人伊知影是千秋万世永恒。因为圣人伊是去建立了迄个永恒，拢袂改变，不生，不灭，不增，然后不减，然后伊永远拢袂改变的迄个上好的慧命。咱人天佑伫肉体上的性命尔，拢知影这性命足有限的，所以这叫做短暂，这叫做镜中的花，水中的月，伊毋是究竟。所以咱必须要去转化，咱听着，咱这个学习了后，来转化咱这个观念。世间人拢共款世间人敢知影功名利禄的享受，但是圣人却是知影仁义道德的真理，这个上简单。因为仁义道德的真理，伊是就是一种千秋万世永恒。所以你甲看规个天下间上胜利的人高高在上。你看五头的圣人，全部的世界去到落拢宗教，迄个宗教的迄个领导者迄个伫上济，伊上至尊搁上至贵。真正所以有时咱人真正都想袂开个。变啊，啥物叫上好的？有时阵咱真正拢会被干扰掉了，就对了。比如讲，人来辅导，感觉讲听，感觉有影就对，咱变这永远的。毋过若离开辅导因为咱的观念伊并无做转变，所以伊带动咱的永远拢是迄个话，当离开辅导，就搁比迄个无好的去带动啊，就是哪知影公平啊、利禄是短暂的啊，然后拢是一寡虚华假景。世间人哪知影悲欢离合的无奈，悲欢离合真艰苦的，只有历奇境才有的印象。毋过一直停留伫遮有效吗？伊根本是一种的障碍，一种的业障，一种的磨难，一种的苦难。咱圣人就是知影超生了事的潇洒。咱来就像这。安尼咱才真正有迄个价值生出来啦这是简单叫咱参考讲，为虾米即个气血安尼遮尔有价值，咱遮尔对伊遮尔尊敬，搁落来伊会一步一步来甲咱即个分析啦当然达到气血伊个境界才会当灵嘛，灵是虾米呢？灵其实是一种的能量，满满的能量。所以你看众生世间人或者是世间的即个荣华富贵的人或者是讲上悬的统治者，伊看到即个宗教五教的圣人啊，共款是足尊敬的。真正无人讲叫做无神论的啦，绝对有啦，嘛对伊足尊敬的啦，相他归类，无就是天上悬的境界是最高的知己。安尼咱一看就知影讲，都是上尊贵的，伊生活了一切，伊超越了一切。咱迷失在即个眼前，迷失在即个遮尔短暂，其实伊是真正是咱讲的是无能量。而且你看，咱头壳内底藏偌济，咱到底是正能量，或者是负能量？咱如果若是正的能量，咱是日日。咱的迄个智慧啊，迄个慧光是，安尼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借由书班，借由即个日班，伊是一直开启的呢。到尾来交圣人，交富共款是和光满啊，豪光万丈啊。即个苏东坡讲的稳坐紫青莲，因为伊是满满的能量嘛。你看这对啊，真正是足水的啊。伊个互人诶拢是好诶能量，所以咱就着学习着正诶能量，然后甲咱众生、甲世间人负面诶能量，会当互伊转一种诶去除。这嘛儒家讲诶叫做吉迄个物吉生物，一开始中庸就拢讲啊。所以31种甲32种是先接了头前诶
全部无来到遮做一个即个，人讲吼结合。所以咱伫遮看到的无，伊是论甲上悬的一个境界。那么圣灵互咱上好的即个能量，这是为虾米？咱也对即个佛啊，对圣灵啊，这么尊敬的一个原因。咱敢是讲袂出来，即个为虾米？世间人要拜神无？人讲求神嘛，托佛，伊嘛毋知影为虾米，因为伊就知影讲吼神明的保庇，神明为虾米咱会保庇啦？因为神明伊有迄个能量啊、能量啊。那么今仔日讲到咱都知影嘛，佛性是伊，大家拢总有的啊，个个拢总是完全的啊。那么咱也会当互伊来做主，那个能量就出来了，它是满的吼。所以到之前了，伊迄个能量出来，是咱做到啥物程度呢？所以我会在讲无上。圣灵吼，因为伊通常吼拢是地灵用300地灵拢圆满啊。圣灵伊来到世间吼，伊是咧示范的啊，吼是安尼。啊，所以讲这是来甲伊整理出来的啊。那么这凡吼，你看伊地、伊灵、伊用，这是因吼清清细细无咧分享的，咱即摆拢讲分享啊，伊拢咧分享即种遮尔好的能量咧，互咱吼。那么，第二规地形用300点啦，因为伫迄个20种遐就讲啦嘛。啊，所以伊就来有讲5句，第一句就是聪明睿智，足以有灵的啊。啊，咱想讲咱敢要来解聪明睿智，互我较袂容易。用文字吼来甲伊解释即种的方式吼，互我主要是要甲咱分享伊迄个观念，甲伊迄个一种的一种的意见吼。简单来讲就是讲吼，做聪明的，然后大智慧，安尼叫聪明睿智。啊，咱迄个聪明吼，嘛甲伊想对迄个人咧讲的无好的迄个像讲，灵灵先祖望聪明，说东坡啊。五味聪明，无一些，毋是迄个聪明哦。因为说东坡的聪明吼，毋是咱圣灵迄个之前的即个聪明。安怎讲呢？因为通常咱人较聪明的人吼，较歹，安怎讲啊？咱若甲伊讲较熟，有个人讲哦，伊是熟的啊，咱嘛当甲伊讲伊是聪明的。啊，毋过其实熟交聪明，伊就是这样。为啥物安尼讲呢？因为咱会讲吼，聪是聪，聪就是听嘛，听清楚嘞。咱若咧练的讲目睭，所以人会形容讲吼，好，你看迄个囡仔，耳聪目明。咱讲看目睭就知影讲吼，有智慧甲无智慧吼。人说的咧就是讲听清楚嘞，是非乌白拢听做清楚，伊是听的就拢清楚的。啊，明就是目睭咧看。看甲足清楚诶，所以君子吼有君子诶第一思就是清思明。你看清清楚楚嘛，凊彩看就凊彩讲诶，凊彩看凊彩讲诶，迄无叫聪明。但你真正诶聪明是听足清楚，看甲足清楚，毋过会学袂讲，迄叫聪明。为啥物咱会讲？伊的聪明吼，交咱一般人咧讲的聪明，就是啥？因为伊咧白黑白讲的配啊，伊有一个智慧做主人。迄有智慧的人吼，为少，但是一切清清楚楚哦。那么如果若相反，咱就知影讲的是倒边的啦，就是话足济，讲足济的人吼，安尼感觉看足济，听足济，啊，毋过伊背后并无一个智慧做耶稣，在做耶稣啦。有可能就是一种的迄个识。咱感觉讲话讲足济，听话无讲足济，对一种较好。无声吼，这无声就是上好的答案吼。安尼咱家己拢知影啦。其实你看圣灵的经典，伊咧讲的话敢有济？少。你看迄大海较中庸哦，迄讲的少，为啥物？迄讲互上圣的人咧听。讲诶，迄真正讲会吸收的人来听。迄若到咱通信物件面母子吼，春秋战国的时代就无共啊。
咱会当讲像大较重要讲我安尼简单扼要，我讲安尼有个人吸收袂去，所以论语就开始吼安尼，我也讲个分理明察，安尼一条一条一项一项，吼安尼互较侪人去吸收。迄若到明子就搁无共啊哦，所以互我有发现哦，明子即本册最少咱特定的讲书会去讲明子，为虾米？因为明子伊当时迄个时代真正是无好讲道理的时代啊，诸子必纲足乱的一个时代。人讲吼七嘴八舌的时代，大家拢足熟的。啊，搁有其他的迄个老师咧教，所以嘛毋是连夫子即种安尼真正。讲甲互人讲你真正做爱交人变诶，伊讲毋是，我毋是咧爱变，迄一个有智慧诶人通常话袂济，但是有时吼爱讲无清楚，嘛爱讲无清楚，这就是智慧者即个性命诶功夫，伊会当足少，伊嘛会当足济。咱来看明夫子，迄个时代就无共款，所以讲无清楚，讲清楚说明白。啊，所以你看咱咧背经典，咱咧读经哦。选读迄个孟子的是比较少，对不对？咱若咧读经的时阵，咱会报对几科咱了解？咱上爱报的一科对一科，道之宗旨啊，毋是啊，啊无伊拢报对一科。心经。咱啥物就愈短愈好，对不对？我道的宗旨，咱的师尊师傅当时传的安尼简单的了规个道讲较清楚啦。咱若有像道的宗旨好啊，咱就成功啊。啊，毋过咱是少济经典，因为咱要度化兄弟姊妹，啊兄弟姊妹有话读即本的，有话读迄本的，有话读佛教的，五头全部总了，因为吼要普渡，所以咱遮研究遐济呢。迄若讲单咱家己个人要修的尔吼，免得是辛苦的嘛，免得遮尔济。真正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这咱嘛是叫做自理啊。你看，有诶兄弟姊妹是会甲咱问历史，啊，有诶甲咱问论语，啊，有诶甲咱问做烂经，有诶问金刚经，有诶问心经，就是安尼，安尼叫普渡啊。所以你看，伫咱道理内底，啥物经典拢会当研究，啥物经典拢会当读。啊，但是上歹读诶，互我感觉就是明子。真正为虾米？啊，咱即个时代吼，姚明夫子诶时代吼。足熟哦，甚至吼有可能比伊迄人较乱，对吧？所以咱是毋是该较辛苦啊？讲书吼，真正是，若讲着讲书就拖咧当。为虾米无好讲？伫即个时代道理实在是无好讲，因为人咱无单纯。迄个聪明哦，毋是真正说明咧讲的聪明。你若真正聪明就好，来道理听较清清楚楚。迄字拍出来看甲清清楚楚，然后伫咱的观念内底转变咱的观念，咱上爱迄种聪明的人，迄个毋是道理，是识摕来分别，摕来比较，摕来计较，摕来讲话拢较无好个啦吼。啊，所以讲吼，变成即个聪明就是这是互我简单的做一个。聪明哦，咱看到足清楚，听到足清楚，但是做有智慧的，所以喙嘛袂学着讲。啊，该讲的时阵嘛是较济嘛爱讲。为虾米？因为足，你看拢总有拢爱一字足哦。这足就是讲吼，十足、千足、百足，真正足。啊，过来，有春。你若伊说你的连接生，你的连接，无啥物有春啊？是嘞啊，迄有诶兄弟姊妹袂受呢，敢无？迄是兄弟姊妹诶问题，迄毋是生理诶问题咧，迄嘛毋是性命诶问题。因为咱知影，不如三种无法度甲度诶啦吼，就是不信，或者是无缘，爱不信，啊，过来咧，无法。迄是众生诶问题，毋是佛诶问题。迄好性命诶问，佛甲性命真正是咱来用。咱两个讲真正笑到的啊，真正有够的，互我毋知哪去形容因的够就对啦。因为因足以幽灵呀。啊，啥物叫做幽灵呢？灵就是讲吼，人讲灵事嘛，拄着代志，啊拄着啥，迄叫灵嘛。啊，要表达即个足以幽灵呀吼，啊，就是讲。
姓名的聪明问题，伊是要来做啥物？利用能量的分享啦，吼，啊，就去，咱今仔日咱来看图啦，吼，啊，迄个，吼，啊，用图啊来分享，啊，去体会伊的意思啦，吼。姓名就是要解决咱众生轮回的问题啊。姓名就是用众生地脉啊，伫世间生活伤过艰苦啊，无名利啊。安尼想有够济温暖，有够济因缘，佫无够济。所以姓名太慈悲啊，伊就爱吼说道理、讲道理、说仁义，解决咱世间人的苦啊。所以伊就仁来到了即个世间。所以姓名甲佛菩萨拢是为着咱地脉的众生而存在的。安尼伊就慈悲无？伊今仔日为虾米会高在上？伊互咱的毋是钱咧，毋是财富咧。啊！你看咱拢上爱的，拢讲的拢是钱，拢是财富，拢是荣华富贵呢，拢是高官显爵，拢是世间最短暂的物件呢。咱若心内咧，大家想啊，拢得哦，安尼灵性的。即个是老师的爱道、天道，啥物道会当甲伊讲落去。所以咱要去转换，因为咱物件其实是真短暂啊。虽然咱最需要伊，啊，毋过佫有比这咱佫较需要的。只是咱无感觉，譬如讲钱交空气，咱较需要这一项。啊，空气是啥家己生出来的？是灯诶，若无灯就无空气啊。所以咱较需要灯，也是较需要另外其他物件。咱上需要的物件拢是灯诶，拢是灯去甲生出来诶。甚至讲，咱若讲吼研究较清楚啦。咱若无道，根本咱就袂活。咱所有的才华、所有的荣华富贵，根本就是无存在的。就可比人咧，比如讲，鱼仔伫水内底呢，啊，毋过鱼仔并毋知水对伊有偌重要呢。咱人其实上爱的是灯呢，咱敢要相信？毋过咱毋知。譬如讲，咱是毋是若有闲有钱，然后又有闲的时候，咱会去做啥物代志？来生活创造健康，来活长，其实毋是，咱拢会想讲吼，要来游山玩水，对不对？山甲水水诶，大自然的美景就是水诶，这上界生出来，咱敢知影？甚至咱为着要看一朵花，为着要看一支山，为着要看白月，迄叫一个啥物弯诶吼，足水诶，咱搁开。咱是叫下龙湾，若无去唔对伊啦吼。真正有够水诶，迄飞机票较侪钱，啊搁有诶人吼钱欠欠，拢会着要去佚佗咧，拢要去看上水诶风景诶，看日本诶沙窟啦，迄啥物花，迄偌水诶，迄其实吼，迄拢是道诶，若无道伊哪会生发出来？所以咱敢有爱道，咱敢有介意道，